呀啦哦那是那。如果有一天变得很复杂，还能不能唱出歌声？美丽那幅画。刚流浪记唱完，早上才被班纳又抓到，每次来台东都被班纳抓到。班纳说：“你今天又来干嘛？”我说：“啊，你要唱歌。”我说：“你。”哎，抽烟。但是抽烟，对啊，你很难。
就火车站那边的，火车站，就火车站前面，刚我以为他不让我进来，真的，知道。至少要走3分钟，走一下下来。在对面而已，跟你一起去。借车。不要弹了手好不好？小狗汪汪叫，猫咪喵喵叫，大便。牵手，不要再回头。红尘是不是错过头？往前走，不要再回头。不要回头，不要回头。相随做个白日梦。是吧？ OK。可以，看起来可以的，可以再喝一手的。